食咗藥又眼瞓又反應慢，仲揸車，後果可以好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嘅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化驗。司機喺藥物影響下駕駛，即屬違法。想知食咗藥會唔會影響揸車？記得請教醫護人員啊！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星期六訪港，中國女排以及國家游泳代表傅園慧將會隨團訪港。梁振英同吳克儉重申，港獨主張唔應該喺校園出現。風暴蒲公英吹襲北海道，造成2死，超過60人受傷。大家好，我係余浩中。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星期六訪港，中國女排以及國家游泳代表傅園慧將會隨團嚟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話：香港代表團喺里約奧運表現出色，政府將會全面檢視體育政策。中國女排喺里約奧運重奪失落12年嘅奧運金牌。民政事務局證實，女排會隨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代表團呢個星期六訪港。除咗女排喺奧運游泳賽事攞到1面銅牌嘅傅園慧，亦都會同其他金牌運動員一齊訪港。尋日買票嘅情況非常踴躍嚇。除咗金牌運動員之外呢，我哋都得到國家嘅支持。我哋呢請到譬如傅園慧嚟香港嚇，同香港市民見面。梁振英話：香港代表團喺里約奧運表現出色，充分展現出奧運同埋香港嘅精神，並再次提醒大家對體育同埋運動嘅關注。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視體育政策，包括向英國借鏡。英國喺里約嘅奧運呢取得咁好嘅成績呢，係可以追溯到10幾年前英國政府呢喺學校推動體育運動，我哋會全面去檢視我哋點樣支持體育事業喺香港嘅發展嘅政策。佢希望透過民間同埋學校合作，及早培養有天分嘅青少年成為精英運動員。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學校嘅法規應該比法律更加嚴格，所以校園內唔能夠宣傳港獨。對於有中學生組織話喺開學嘅時候會向同學派發港獨嘅宣傳單張，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重申港獨冇討論嘅空間。喺學校裏邊宣傳港獨呢，呢個絕對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學校嘅校規係比社會上嘅法律呢係更加嚴格嘅。喺社會上講粗口唔會上法庭，但係喺學校講粗口屢勸不改呢，可能被踢出校。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都話：港獨主張或者活動唔應該喺學校度出現。港獨其實呢係違反基本法，係破壞一國兩制。港獨嘅主張或者係活動係。而家係劉江華見記者嘅現場。我代表係特區政府，亦都係作為中國代表團嘅成員之一。呢一次會喺會上咧，同所有嘅東盟嘅國家嘅部長咧，都會介紹下香港嘅文化嘅建設同埋文化一啲嘅活動。特別係重點會介紹下西九文化區嘅發展，希望咧將來東盟嘅國家以至中日韓都能夠咧係嚟到香港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參加啲文化活動嘅啊。啊！呢一次奧運呢，大家都睇到我哋嘅運動員呢都係表現係好優秀嘅，亦都係發揮咗一個即係體育嘅精神。
不少嘅新秀咧係喺大賽當中咧都係無懼對手，咁啊亦都咧係準備咧喺未來嘅奧運以至其他嘅錦標賽咧係繼續努力嘅。咁呢個係可喜可賀現象，而且嚟講咧呢個嘅即係現象咧係得到不少嘅體育總會啦、教練啦、體育學院啦同埋學校等等咧係配合，而政府咧亦都係投放咗係不少嘅資源。無論喺精英嘅運動，以至普及，以至係一啲嘅盛事，特別咧，我哋政府亦都已經係承諾咧，希望喺啟德係有一個嘅啟德體育園區。咁呢都係代表咗咧政府嗰個嘅決心，希望咧係繼續能夠係支持呢個體育嘅發展嘅。咁至於每次奧運翻到嚟香港咧，一定咧係各個嘅持份者包括咗體育學院啦。運動員啦，以至體育總會啦，同埋政府各個有關方面呢，都會係做一啲嘅回顧，同埋呢係一啲嘅展望。如果有啲不足嘅地方，我哋睇下點樣可以加強；如果有啲係優勝嘅地方呢，點樣可以繼續發揮。咁所以呢，喺未來日子呢，我哋仍然係會同各個持份者呢係保持呢係緊密嘅溝通嘅。咁有一點呢係好重要呢，我覺得無論我哋持份者、政府點樣投放資源都好咧，社會市民大眾嘅支持係非常之重要。大家睇到咧呢次嗰個熱誠咧係非常之踴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市民大眾繼續咧係支持我哋體育嘅發展。特別我哋啟德體育園區會喺未來嘅一年呢就會交到上立法會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未來一屆立法會議員咧都能夠支持呢個項目。特首講到咧話合作去培養呢個青少年嘅運動員，咁具體係會點樣做咧？而家你睇到我哋今次一啲嘅年青嘅運動員咧，的而且確最可喜嘅地方咧，係喺佢細個開始咧就已經係參與啦。從一個即係青苗嘅一啲計劃，佢只係打下波嘅啫，到發覺佢有潛能去參加青訓，以至到係一個青年嘅精英嘅培訓。然後咧係入到港隊嘅精英去培訓咧，其實真係肩負着咧係不少人嘅心血，當然係包括運動員在內。咁所以呢一個嘅成績咧，呢一個嘅階梯咧，其實喺呢一次嘅運動會，你睇到我哋好多年青嘅運動員，佢係土生土長嘅，係佢今天嘅成績咧，係喺可能過往10幾年咧嗰個嘅培養嘅。咁所以呢種嘅方向咧，我哋係會繼續。但我自己期望係會更多嘅年青人係能夠投身於體育。我亦都希望家長們亦都能夠鼓勵多啲嘅年青人咧係參與體育嘅活動。咁所以我哋年青運動員咧的而且確咧係帶嚟香港嘅希望。咁想問下咧，運動員星期六就嚟香港啦，咁你有冇覺得可能今屆奧運香港人對於國家隊嘅運動員嘅支持？如果我睇呢次嗰個賣飛嘅情況咧，係相當之踴躍嘅。我相信呢個禮拜咧，亦都會掀起另外一個嘅即係熱潮。你睇到我哋無論係香港嘅運動員，或者係國家嘅運動員，無論佢係攞到獎牌，或者係未攞到獎牌，其實大家個體育精神咧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嘅。呢個精神咧係我覺得係嚟得珍貴。我哋香港嘅市民，無論對我哋香港運動員，對國家嘅運動員咧，同樣咧都係表示出非常之大嘅熱情同埋支持。希望呢種嘅熱誠繼續能夠發揚落去。多謝大家。咁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啱啱見記者㗎，佢就話代表特區政府咧較早之前同東盟外長會面，咁就介紹香港嘅特色同埋西九文化，咁希望將來東盟國家同埋以至中日韓都會嚟香港舉辦活動㗎。佢亦都讚揚代表香港出戰奧運嘅運動員表現出色，充分表現體育精神。咁佢就話將來會同各個持份者溝通，希望將來可以支持更加多嘅體育發展，同埋希望更多嘅年輕人會參與體育活動。咁又話年輕運動員為香港帶嚟希望㗎。咁現場情況睇到呢度，我哋轉睇其他消息。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學校教法律應該比法律更加嚴格，所以校園入邊唔能夠宣傳港獨。對於有中學生組織話喺開學嘅時候會向同學派發港獨嘅宣傳單張，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重申港獨冇討論嘅空間。
喺學校裏邊宣傳港獨呢，呢個絕對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學校嘅校規係比社會上嘅法律呢係更加嚴格嘅。喺社會上講粗口唔會上法庭，但係喺學校講粗口屢勸不改呢，可能被踢出校。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都話：港獨主張或者活動唔應該喺學校度出現。港獨其實咧係違反基本法，係破壞一國兩制。港獨嘅主張或者係活動係唔應該喺學校裏邊出現。而基本法已經好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呢一點係毫無疑問，所以呢係冇乜需要討論嘅。吳克儉又話：學界有共識，而家已經有足夠嘅指引處理。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強烈熱帶風暴蒲公英吹襲日本東京之後，清晨再登陸北海道，減弱為熱帶風暴。蒲公英為東京帶嚟暴雨，造成2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蒲公英清晨登陸北海道，滂沱大雨，多區水浸，汽車同埋途人都要涉水而行。工作人員放置沙包，防範洪水。氣象廳發出山泥傾瀉同埋河水泛濫等警告，多條河流超出警戒水位。蒲公英尋日橫掃關東地區，東京錄得每小時超過100毫米雨量。東京同埋千葉一共有62間房屋受到破壞。唔少居民要到庇護中心暫避。惡劣天氣亦都導致火車服務受阻，影響至少7萬幾個乘客。一個58歲嘅女人喺神奈川縣相模原市被洪水沖走，送院之後證實死亡。無線電視記者戴浩欣報導。法國、德國同埋意大利領袖喺意大利航母上面召開峰會，商討英國公投脫歐後嘅歐盟路向，認同需要同心協力應對挑戰，包括改革歐盟同埋加強保安，應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意大利總理倫齊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法國總統奧朗德去到地中海嘅意大利航空母艦加里波底號召開峰會，一個被視為歐盟3個主要國家應對英國公投脫歐嘅重要會議。倫齊唔認同好多人認為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將會沒落。佢話尊重英國人民嘅選擇，但係歐盟同時希望向前發展。3個人同意加大刺激經濟力度，增加特別係年輕人嘅就業機會，同埋改善投資環境。奧朗德同默克爾關注保安問題。奧朗德認為歐盟應該設立框架，加強邊境保安同各國協調，對抗恐怖主義。默克爾就指出，伊斯蘭極端主義、敍利亞亂局衍生難民等嘅問題，為歐盟保安帶嚟重大挑戰。各國應該加強國防合作同情報分享去應對。3個人喺召開峰會之前，專程去到附近嘅溫托特內島，向被譽為歐盟之父嘅斯皮內利陵墓獻花。2次大戰期間，斯皮內利被囚禁喺島上嘅監獄。佢同另一名獄友寫咗溫托特內宣言，呼籲歐洲建立聯邦，避免出現獨裁統治同戰爭。無線電視記者陳代琪報導。轉頭翻嚟會睇下，首個港人港地項目啟德1號向公眾開放示範單位。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政策立場軟化，分析話佢希望拉攏少數族裔支持。Nutricia 受母乳啟發，科研40年。Aptamil 白金版全力助你開展寶寶嘅光輝大道。全賴多年科研成果，成就 Aptamil 白金版嘅 ENP 配方，幫助寶寶一步一步邁向將來。Aptamil 白金版領先一步科學。灰甲好恐怖啊！灰甲係不容輕視嘅疾病，治療灰甲，我會選擇醫生推薦使用嘅羅梅洛。含藥性成分能深入甲床，每星期使用1次，能殺滅灰甲真菌。經衛生署註冊，藥效有保證，真正殺滅灰甲真菌，令指甲恢復健康。咁厚唔錯甲？錯甲可以減少灰甲厚度，令藥力直達患處，殺滅頑固灰甲真菌。
專賞假期帶你探索機會難逢嘅自然奇觀，到加拿大黃都鎮連續4個晚上邂逅幸福極光，到玻利維亞天空之鏡喺浩瀚鹽田嘅銀白世界中感受漫步雲端天海一色嘅絕韻。歡迎與專賞假期聯絡。Miko 100% 純椰青水，原裝鮮榨椰青水，無添加糖，無人造香料及色素，零脂肪，無膽固醇，無防腐劑，天然電解質。Miko 100% 純椰青水。近80%受訪人冇準備突發醫療開支。公司醫療唔夠點算呢？信樂升級醫療保，每日3蚊就有額外高達港幣100萬醫療保障。做足準備先有得享受沿路風景㗎。信樂自選醫療保，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信樂全線醫療保障計劃，為你與家人健康生活做足準備。信樂真係同路人。Hello，Eclipse 清新打開新關係。聽朝開會早啲到。我下星期大日子早啲到，後晚 gathering 早啲到。冇問題，早啲到。如果真係早啲見到 BB 就好啦。唔得，咪真係早產，樣樣都可以早。BB 出世點可以咁早啊？老婆唔使驚，有早由 DHA 啊嘛。有研究顯示，孕婦每日食600毫克，比冇食嗰啲少啲早期早產㗎。休息咧就真係要早啲啦。資料由最多私家婦產科醫護人員推薦嘅惠氏孕婦營養補充品提供。立法會選舉喺9月4號舉行，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編號係1位或2位數字，區議會第2功能界別嘅名單編號係3位數字，2張選票吸引後都要對接。地方選區選票放入藍色票箱，區議會第2功能界別選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記得每張選票只可以揀1張名單。查詢電話28911001。翻返嚟新聞時間，先睇睇財經消息。恒指最新係報22,933點，跌64點，總成交超過375億。睇下最活躍港股嘅表現，盈富基金跌5仙，工行升4仙，騰訊控股跌6毫，建行跌1仙，中國平安跌5仙。南方 A50 升4仙，中車時代跌3個半。恒指最近一隻9月到期嘅紅證係報9仙2，中國中車跌2毫9，安碩 A50 中國升6仙。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7點，深證成分指數升28點，滬深300指數升8點，深圳創業板指數升10點。嘉里物流上半年純利微升1%，純利有7億，扣除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嘅核心盈利亦都升1%，至到5億4千萬，中期息派每股7仙。其中綜合物流業務日利輕微減少1%，而國際貨運業務就錄得增長9%。公司話上半年物流行業貿易停滯不前，而美元強勢亦都帶嚟負面利率影響。國際貨運嘅增長就主要受惠南亞同埋東南亞嘅貨量增加。睇其他消息，首個港人港地項目朝早開放示範單位，發展商話售價會根據港鐵沿線上蓋物業定價。啟德1號係第一個港人港地住宅項目，示範單位第1日開放俾公眾參觀。雖然少咗海外同內地買家，但係發展商話售價仍然會根據港鐵沿線上蓋物業定價。項目一共有545個單位，實用面積由360到850平方尺，開放式2至4房單位不等，全部都設有裝修家電。有嚟參觀嘅市民估計，單位定價會相當高。我估應該係起碼都會12,000蚊以上咯。只係俾香港人購買咯。我諗會係攞嚟住嘅咯，係，因為佢都係俾香港人住噶嘛。
喺港人港地條款限制之下，啟德1號所有單位規定30年內只係準港人購買，轉售同出租都要先獲地政總署發出同意書，亦都禁止以公司名義購買。為咗杜絕借信貸違約將物業轉讓俾非本港居民，買家需要向銀行業條例下指明嘅認可機構承做按揭，唔可以向財務公司做按揭。政府喺2013年為咗遏止非本地買家置業需求，推出2幅加入港人港地條款嘅地皮，2幅都係由中國海外以45億投得。政府之後話，基於買家印花稅等措施已經有效制止外來炒賣，所以再冇迫切性推行港人港地，就再冇推出任何嘅港人港地地皮。無線電視記者林海瑩報導。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宣布參加出年總統選舉，爭取再度執政。分析認為，薩爾科齊如果能夠展出對抗極端主義嘅經驗，或者會增加佢出線機會。薩爾科齊喺社交網站宣布角逐明年總統選舉，指自己有能力帶領國家走出困境。屬於共和黨嘅薩爾科齊將會同多個對手喺初選競爭，包括目前支持率領先71歲嘅前總理朱佩。當地傳媒報道，薩爾科齊會辭任共和黨主席，為11月嘅初選做好準備。61歲嘅薩爾科齊2007年至2012年擔任法國總統，期間捲入貪污等醜聞。2012年尋求連任失敗，輸俾現任總統奧朗德。當時佢曾經講過會告別政壇，以另一種方式為國家服務。不過佢2年後捲土重來，成為保守派嘅人民運動聯盟領袖，並且將政黨改名為共和黨。佢話重返政壇係因為意識到法國人民感到絕望同憤怒，以及覺得冇未來。而民望低迷嘅奧朗德暫時仲未表態會唔會尋求連任。法國近年多次發生恐怖襲擊，薩爾科齊多次批評奧朗德嘅保安政策，並且促請加強入境管制、打擊伊斯蘭武裝分子等。分析認為，薩爾科齊能夠展示出自己具備對抗極端主義嘅經驗，或者會增加佢出線嘅機會。無線電視記者彭藝詩報導。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政策立場有所軟化，有分析認為佢希望拉攏少數族裔支持，挽回持續下跌嘅支持度。We will work with them. They have to go. You're going to have a deportation force, and you're going to do it humanely. 言論惹火嘅特朗普過往多次表明，一旦當選，將會遣返美國境內超過1000萬非法移民。不過近日佢嘅態度軟化。特朗普同多個拉丁美洲裔人士會面嘅時候，提出考慮容許冇犯罪記錄嘅非法移民留喺境內。不過特朗普之後話，佢嘅立場並冇改變，只係希望依法辦事。特朗普原本計劃星期4喺科羅拉多州就移民政策發表演說，但係佢嘅競選團隊透露活動將會延期，具體嘅移民政策內容將會喺幾個星期之後公佈。有分析相信，特朗普正式代表共和黨角逐總統之後，支持度持續下滑。隨住競選團隊大換血，佢希望透過軟化立場，拉攏少數族裔嘅支持。面對支持度領先嘅民主黨對手希拉里，特朗普繼續咬住佢嘅醜聞唔放。當地一個法律觀察團體早前披露希拉里嘅電郵內容，相信喺佢擔任國務卿期間，國務院曾經為佢有份成立嘅慈善機構克林頓基金會嘅捐款者提供幫助，包括安排捐款者同希拉里會面。特朗普喺俄亥俄州嘅競選活動上，要求希拉里結束克林頓基金會，並且促請司法部委任獨立嘅檢察官調查基金會嘅財政運作。The amounts involved, the favors done, and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times it was done require an expedited investigation by a special prosecutor immediately. 另外，國務院正喺度調查聯邦調查局最新發現希拉里近15000封電郵，結果將會喺10月中公佈。希拉里早前向聯邦調查局移交超過3萬封電郵，發現113封電郵屬於機密，其中8封更加列為高度機密。無線電視記者戴浩欣報導。
巴西公布世界盃外圍賽大軍名單，啱啱帶領奧運隊奪得金牌嘅尼馬榜上有名。泰迪喺美洲國家盃之後接替被辭退嘅鄧加，接掌巴西國家隊，今次首度點兵。23人大軍名單入邊有7個奧運隊成員，包括喺對德國嘅決賽為巴西電勝嘅隊長尼馬。不過前隊長泰亞高斯華同埋大衛雷斯等等就繼續落選。巴西將會喺9月初進行2場世界盃外圍賽，分別對厄瓜多爾同埋哥倫比亞。同埋天氣，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預測天晴，下晝天氣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1、2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今個星期後期有幾陣驟雨。而家係31度，相對濕度61%，紫外線指數係9，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轉頭翻嚟為另一節新聞。票房網已經嚟咗香港為你服務啦！分店遍佈港九新界，全新推出嘅手機 App 有齊租樓買樓資訊，專業顧問團隊為你解決疑難。快啲上 hk.qfan.com 睇下啦！買樓租樓揾 Q 房。Dyson 最強吸力無線吸塵機唔單止可以吸地下，佢仲可以吸唔同嘅地方，持續40分鐘強效除塵，一次過吸乾淨屋企每個角落。Dyson。我嚟見工㗎。sell 嘢嚟講，最緊要係咩？將啲推廣優惠講一節唔講一節，打俾我嚇，淨係 sell 佢嘢。佢唔夠話就有理冇理要佢接盤。你知啦，交數最緊要嘛。咁做生意點得㗎？新鴻基金融深信，長遠嚟講，客戶嘅利益就係公司嘅利益。專業至誠，創富全球，新鴻基金融集團。趣明假期一剔系列又嚟啦！團費由23,298起，帶你暢遊東歐、巴爾幹、歐洲及俄羅斯、澳洲及紐西蘭都係你首選之列。部分行程已包括服務小費、自費項目、燃油附加費及名貴 Archer 精美實用旅行背囊，使你旅程玩得更輕鬆、更有預算，真真正正享受一個愉快假期。詳情請與各大旅行社查詢或瀏覽趣明假期網頁。邦文 Mega Easy 易到極貸款，衝破時空限制，由申請、簽約至過數，全部網上辦妥，全程無需現身，喺邊度貸款都話咁易啦。邦文 Promise 易借易還。我係應采兒，做咗媽咪變得好細膽咯，驚佢奀仔唔高唔醒，咩都揀過讀過先俾小朋友。好多媽咪都係咁噶。我信 Health Proof 康寶庫匯聚世界優質天然成分，小朋友健康啲，媽咪放心。見工啊，唔該。前方啦。見工啊？識唔識會計？識。公司報稅咧？揾 LA 啦。會計報稅全部專人跟進，仲係指定時間完成。所有程序有晒記錄同單據，隨時上網 check 翻都得。一個字，快快快！咩啊？幫我 call LA 啊！仲有唔使請人。先生，
你走得啦。LA 註冊會計，新客戶仲有優惠添。邦文 Mega Easy 易到極貸款，貸款無需任何證明文件，只要有身份證同手提電話就申請得，現金即時過數。邦文 Promise 易借易還，創出非一般煮法，展開即食麵朝聖之旅。最強即食麵，星期3晚9.7 J2。懷舊機艙、夢幻島、地球船、聖誕之家，唔好搞錯啊！呢啲並唔係旅遊熱點，而係一班奇人異事嘅屋企。怪屋背後由咩人擁有？屋內遊走又會有咩騎呢嘢蒲頭？珍富